最近假车牌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。今年的8月初到8月中高速公路警察就抓到25件假车牌，有几啊件是受害者申诉，讲伊莫名其妙去收到红单，警方是透过监视器以车来录人，嘛抓到驾驶使用假车牌上高速公路。眼前粉红色跑车无顾警方一直就吹油门，一直骗车，国道警察是一直就伫磅空中行查落来。警方提醒驾驶驾驶锁车门抵抗。先下车，先下车。有汽车驾驶伫路径被查到，互警方查落来，拢是挂假车牌上路。今年8月11开始，短短15天，国道警方查到25件案件，拢甲假车牌有关系。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12条的规定，可以处10800元的罚款之外，更可能触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以及诈欺罪。大部分被掠车主是牌照做到吊扣，会被锁定，有的是超速被翕落来。警方开单找无人，因为车牌无登记，个人找带罪的人，用的车牌是其他驾驶人。关警接到受害者反映，莫名其妙接红单，国道警察动员，展开严检查缉，调监视器用车捉人。真假车牌比看卖正版的违法底文有立摇凸，较正片考察小可白色，车号阁是雷声雕刻。反倒来盗版的车牌，敢若是边情感都明显的差别。除了国道以外，新北有10人酒后驶车被扣牌，找中国籍的好朋友刻字化车牌，伫平面车路拍走，互警方查到假车牌乱象，流传全台，要安怎有效防治？加做即马上大的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